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翻到律師手記呢個節目啊！我係澤律師，今日咧要同大家講一個同訴訟關係好深、好密切嘅事，但係咧有好多人都會忽視嘅關鍵嘅，就係證人嘅可靠性係點樣去量度嘅呢？無論你係要入去勞資審裁處，亦或處理一個工傷案件，亦或處理一個商業嘅民事糾紛，或者一個爭產案，法官喺審訊嘅最後都要做一個裁決，就係你呢個證人究竟可唔可信呢？呢一句說話足以影響晒5個案件嘅贏輸啊！到底喺香港嘅法院法官係點樣去斷定一個證人講真話定係講大話嘅呢？係睇佢喺法庭嘅表現啦、態度啊、傲慢啊、囂張啊、誠懇啊、好慘啊，抑或流暢與否呢？今日我就用一個近期喺法院嘅案例，佢係一個區域法院嘅案例。呢個案例呢就講出咗法院去點樣考慮一個證人嘅可靠度啦。所以如果你係打緊官司嘅當事人呢，一定要留心睇呢條片睇到最後。先簡單講呢一個案情。呢個案件裏邊嘅申索人呢，就係一名貨倉裏邊嘅工人。佢呢喺案件裏邊呢就聲稱呢，佢工作期間呢就搬運緊一啲30公斤嘅重嘅紙箱嘅時候呢，砸親條腰，於是呢就提出咗一個工傷索償嘅案件。佢呢就話呢，即係當日搬運時候呢整傷咗，佢第二日呢就已經話咗俾佢嘅公司嘅上司聽，但係公司嘅上司呢就唔俾佢攞病假。喺個案件裏邊呢，公司呢就完全否認呢個當事人有工傷，否認佢有同上司申請病假。公司喺案件裏邊呢就向法院提交咗一啲關鍵嘅證據，就話呢貨倉嘅電腦記錄顯示呢，事件發生當日呢，搬運工人處理緊嘅貨呢，只係一啲1至2 kg 輕飄飄嘅玩具紙箱，就同原告人所講30公斤個差距好大。另外亦都有關鍵證據顯示呢，喺 WhatsApp 裏邊嘅記錄呢，呢個工人其實佢話意外發生當日呢，就其實係佢當日正式呢就係被公司解僱嘅，同埋呢佢係喺公司佢被收到通知要解僱佢之後嘅第2日呢，先至話自己有工傷咁樣。嗱，最終呢個案件呢，法院呢就認為呢個工人呢唔係一個誠實可靠證人，唔信佢喺法庭嘅作供，所以呢就取消咗佢嘅索償。嗱，究竟呢個工人喺法庭上面嘅表現出咗咩問題呢？係佢態度唔好啊，抑或係因為佢嘅講法有問題呢？法庭呢喺呢單案裏邊嘅判詞呢，寫出咗3個原則，就有關證人點樣考慮一個證人嘅證供可唔可靠。嗱，第一呢，法院會睇翻一啲當時當刻嘅文件證據，我哋英文呢叫 contemporaneous evidence， 而法院睇呢啲當時當刻嘅書面證據，個證據嗰個力量咧係凌駕於所有嘢嘅，所以法院喺本案裏邊咧就強調喺爭議發生嘅時候，前後就存在嘅記錄咧係最能夠反映真相嘅。例如當時貨倉嘅實時記錄啦、系統嘅時間嘅記錄啦、當時嘅 WhatsApp 記錄啦、工作嘅一啲 record 啦，呢啲都係一啲客觀嘅書面記錄，佢嘅證據嘅力量咧係遠遠高過當事人事後嘅口頭證供。第二樣嘢咧，簡單嚟講咧，就係要講嘅嘢咧係要符合邏輯、符合常理嘅。如果你嘅講法同一啲日常嘅經驗、客觀嘅環境或者工作嘅流程程序有一啲明顯嘅矛盾嘅咧，就難啲叫法官相信嘅啦。所以法庭喺考慮案件嘅時候咧，好多時都會用翻常理去推斷嘅。一個正常嘅生意人，佢應該有嘅邏輯係點呢？一個正常嘅僱主同僱員之間，佢哋嘅操作正常嘅邏輯係點樣呢？正常嘅流程係點樣呢？呢啲都係法庭第2個會考慮好重要嘅因素。第3重要呢，就係證供嘅一致性，即係話呢，你嘅證供要同頭先所講嗰啲客觀嘅書面證供或者邏輯係要一致嘅。一致即係話吻合嘅，唔係前面講一套，後面講一套，或者昨日講咗一套，今日喺法庭度講一套。所以喺整個訴訟裏邊呢，或者由事件開始至到個案件真係去到上法庭嘅時候呢，法院會逐層去檢驗你講嘅證供會唔會改變個劇本，會唔會搬個龍門，會唔會改個版本呢？如果你嘅證供喺唔同嘅時候係有唔同嘅版本，個可信性喺法庭嗰度呢就會徹底崩潰㗎啦。所以法庭仲喺判詞嗰度呢提
提醒千祈唔好單睇證人嘅態度、言行舉止，呢啲都係參考嘅啫。真正嘅成敗決定呢，往往其實都係喺客觀嘅文件同埋邏輯嘅分析。翻去嗰個案例嗰度，點解法庭唔信嗰名工人講嘅嘢呢？第一，佢話自己搬30公斤重嘅雙手箱，但係根據電腦記錄，公司當日叫員工去搬運嘅只係一啲好輕1至2 kg嘅玩具，所以客觀嘅文件已經直接咁否定咗呢個當事人嘅口頭證供啦。第二，當事人呢話佢第2日就已經通知咗上司，但係又完全冇任何客觀嘅書面證據。相反 WhatsApp 嘅記錄呢證明咗解僱咗佢之後先至有呢個工傷嘅講法。第三個好重要嘅呢就係，當你申索嘅嘢或者你做嘅指控越嚴重呢，法院要求嘅證據亦都會相對提高。一個工傷嘅索償同埋一間公司嘅責任要賠錢，係需要有好紮實嘅證據去支持嘅。所以法官嘅總結呢，就係基於大部分嘅客觀資料同埋邏輯都同呢個當事人講嘅嘢唔吻合，所以呢就唔接受呢個申索人嘅申索啦。最後呢，俾3個有關訴訟嘅小貼士大家，記得打官司唔係打嘴炮，講係冇用嘅，一定要有一啲同期嘅文件記錄 WhatsApp 嚟支持你嘅講法。第二，盡可能確保你嘅講法要一致，無論喺任何時刻你嘅講法都要一致並且合理，咁先至唔會俾對方話你成日搬龍門，成日變講法，前後矛盾。第三，如果你嘅申索越係嚴重，你申索嘅金額啦，可能你爭緊一個物業嘅業權啦，個價值越大，要依賴嘅證據就越強，就更加唔可以單得把嘴講啦。法庭去決定一個證人係咪可信，係睇證據同埋邏輯，唔係點睇態度嘅。所以如果你正係喺一個訴訟當中，需要準備做證供上法庭俾證供嘅呢，盡早聯絡資深嘅律師去問清問楚啦。歡迎大家繼續訂閱、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咧會繼續發放一啲有益幫助到大家嘅法律小知識嘅。希望大家繼續關注律師手記，為大家嘅法律案件護航。我哋下集翻嚟再見啦，拜拜。追收欠款係唔少企業面對過嘅問題，無論係客戶拖數、簽約後突然反口、收到貨又揾各種藉口故意唔找數，還是一句我冇錢啦就一拖再拖，電話唔聽 email 唔覆，你亦只能一追再追。呢啲情況都可能令到你公司現金流斷裂，影響你嘅生意運作，甚至搞亂你公司成年嘅計劃添啊！自己追數唔單止浪費時間，仲可能一無所獲，甚至俾對方惡意抵賴，話你服務有問題添。結果唔單止收唔到錢，仲要勞心勞力同佢嘈交，爭取翻本來就係你應得嘅報酬。其實解決欠款問題唔一定要自己嚟嘅，應該即刻揾專業嘅律師幫手。我哋可以幫你做到3步到位： 1. 專業評估，幫你整理證據、分析合約，清楚釐定對方嘅責任。2. 快速行動，透過律師信向對方施壓，盡快還款。3. 法律程序，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幫你入稟法院，申請追討欠款，甚至凍結對方嘅資產，確保你嘅權益。拖得越耐，追數越難，仲可能錯過法律追討嘅時限。唔好再等啦，即刻行動，揾我哋幫你追翻應得嘅款項啦！